名的维吾尔牙医赛义提·阿基卡斯姆于2017年9月古尔邦节被中国警察带走，从那时起他的下落不明。47岁的赛义提·阿吉是东突厥斯坦喀什市第2医院牙科医生，他因工作成就和良好品格而受到爱戴。他被捕的原因和下落仍不清楚。观察者认为，由于他在工作中的成就和奢望，他已成为中国政府镇压的目标。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周四发布报告称，中国将维吾尔人送进所谓的职业学校，强迫他们成为生产棉纺制品的免费劳动力。报告指出，作为镇压维吾尔族战略的一部分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主要纺织和服装产业从沿海转移到新疆。公民力量副主席报告主页作者韩链朝在发布会上表示，棉花充满了谎言，是泪水、汗水和鲜血的编织物，所以是时候停止从新疆进口棉、纺织品等政府产品了。报告称，新疆通过落实劳教经济，转变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区。数据显示，新疆的棉花产量占中国全国产量的84%。美中贸易战星期五急剧升级，中国当天早些时候宣布将提高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关税，加征10%、5%不等关税。特朗普在星期五早些时候的系列推文中说，我们伟大的美国公司因此被命令立即开始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，包括把你们的公司迁回家，在美国制造你们的产品。他说，几十年来，中国年复一年赚美国的钱，盗窃美国的钱，这必须也将会被制止。他还说，我们不需要中国，坦白地说，没有他们更好得多。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以另一新形式发生，组成人链表达政治诉求。本周五，示威者们组成人链，发起手拉手建香港之路的活动。在港铁港岛线、荃湾线和观塘线等多个港铁站组成人链，抗议者填补了城市的地铁站、高速公路、繁忙的街道和城市的旅游景点，高喊"来香港人争取自由、撤回法案"等口号。欧盟官员在一份反击美国的贸易激进计划草案中提议，欧盟应该单方面对美国征收关税。这份草案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曝光。该网站报道称，欧洲官员起草了一份长达173页的雄心勃勃的计划，旨在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挑起的贸易争端。该计划草案同时将全力应对谷歌、苹果、亚马逊、微软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威胁。但这份文件显示，欧盟官员正在积极推动欧盟委员会成立欧洲未来基金，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扶持既具潜力的欧洲科技公司，使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科技巨头几十年的欧洲公司尽快实现赶超目标。